来看这礼拜会有2阵的冷空气，天气是先干冷，再来会各湿各冷哦。下晡温度就会开始降落，低温只有13度到15度。气象署嘛表示讲，这礼拜拢会真冷，民众就要有准备。昨暗晡合欢山跟玉山嘛开始落雪，玉山气象站嘛已经有积雪咯。玉山经过一暝飘雪，太阳能板顶也积极淹雪。天光了后，工作人员无用清除。玉山北方气象站也雨雪砍掉的。抓算落雪时间是初6返点甲1点。透早站内积雪已经达到0.5公分，低温搭配水汽，合欢山也自初5半暝啊陆续落雪，雪量创入冬上大，地面上有明显的积雪，估计伫上雪路的积雪也来到0.5公分。冷气团报道，北移各地会愈换愈冷，受辐射冷却的影响，透早伫暝低温感受更较明显，空旷地区低温有机会来到10度以下。冷空气的话，预计在这段期间的一个低温上来讲的话，包括像是在中部以北跟宜兰地区的一个低温上，大概就是落在13到15度左右。礼拜4到礼拜5，甚至在礼拜6的这段期间，目前看起来的话，就是下一波冷空气影响最显著的一个时候。这礼拜2波冷空气，第一波影响到拜3是偏大冷的感受，拜4搁一波冷空气接落来。强度更较强，可能来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的等级，搭配水汽感受寒冷。环境部监测随着2波冷空气连续落南，也带入境外污染物，初6起北部地区开始转为感觉小提醒，对敏感族群无健康的空品。接落来是整个西半部的空气品质也会变差。那它会随着东北季风逐渐南下会影响到这个竹苗，然后这个云嘉南、高雄这边，预计今天这几个地区的空品可能都会达到橘色提醒。环境部提醒，在着冷高压影响的时，伴随境外污染物移入，西北部各地拢可能发生高浓度的现象，提醒民众若要外出，要注意空品，敏感族群减少外出。若一定要外出的时，要挂喙罨来防护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